每天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日是11月16日。提摩太前书3章14节到16节。我梦真紧就会去你遐，不过行了较慢到。我先写这张话，互你知咱伫上帝家着安怎生活。这个家就是真活上帝教会，也就是真理的条约甲地基。大家拢宣认咱信仰的奥秘是遐尼大。基督显现做人，圣神认定做义，对天使出现，伫万邦中受宣扬。世间人相信，受接纳入荣耀。保罗对提摩太勉励，毋望伊会通真紧去到伊遐，总是惊会耽误着，所以大圣就写提摩太前书，互提摩太通知影，怎样伫上帝家，就是教会来生活，甲管理教会。因为这个家是真活上帝教会，就是真理的条约甲地基，所以这个真理的条约甲地基是要显明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因为基督降世做人，互圣神认定做义，也对天使来显现，搁伫万邦中间来受宣扬，互世间人通相信，因为上帝也接纳伊进入荣耀，所以咱嘛爱伫世间人中间来宣告，咱的耶稣基督是咱的拯救，甲咱的恩爸。愿主时刻甲你三个伫地，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